呢自學嘅拐杖啦，就方便啲唔係成日用嘅，或者佢哋需要行山或者短時間用下腳痛都可以用呢啲自學拐杖。咁咪又可以擺手袋方便咯。買啦，唔用嘅時候就試埋，咁啊放落手袋得噶啦。用嗰陣時就開翻嚟用，時間用嘅咁就揀呢啲咯。佢哋呢啲都可以較高低嘅，咁都較高低都好方便嘅，係咁樣啦，就好安全嘅，又實淨啦。有啲老人家就唔係話行得太差，只不過行到攰就要休息下嘅，咁就會可以買呢啲，又或者啲等車啊排隊都可以用咯嚇。咁到需要用嗰陣時接翻起佢，咁啊用得噶啦，跟住一支拐杖啦。身體狀況比較差咗少少，論盡少少嘅，咁就揀翻啲有爪比較安全咯。咁樣咧就會比較安全啦，就唔會一支咁樣搖嚟搖去咯，企穩喺地下咁。